来继续来看高雄一个老小姐开车到高山的户政事务所办代志，就甲车停伫附近人行道面顶的一个停车架，结果要离开的时阵，发现车去互拖去了。原来这是机车的停车架，但是也无画一小架一小架，竟然是画白线画大的一架，互人掠准是汽车的停车架，所以民众毋才来误解。 来甲看人行道顶悬哪有画汽车的停车架啊，一架搁遮大架，不过来看清楚哦，架边有写分别字，原来是拄则有轿车打去用拖吊车拖去。它这样等于是汽车格，都是误会，说这个好像是汽车用的。车子一停呢，被调走，很冤枉啊！这是高雄市的中华一路，这停车架附近就是户政事务所。以前有民众车插伫这个架内底来去户政事务所办代志，人一个行出来才发现车去用拖去啊，事后才知影讲，这原来是奥多麦在停的停车架啊。爱画安尼，一架安尼，人唔少唔敢下电对啊。来甲看高雄普遍的机车停车架，拢会画一架一架。不过人行道顶悬这架遮大架，大细位佮甲汽车的停车架差不多，无怪定去用停唔着去。在人行道上并没有设置汽车停车格位请驾驶人遵守规定。交通局表示，汽车停车架边仔拢有数字通好认，应该看会清楚才对。若讲到画面当中这个人行道的停车架，民众建议就要参像一般的机车停车架同款，一架一架甲画好清楚，安尼民众唔则袂认唔着去。